今朝是年初四，厂里向呢放假3日天，但年初四啦也上班着。在这里，所谓真正弑君，这个吃饭团队肯定会得出现让离场发育的三角浪向。因为今朝所谓屋里向来亲眷，亲子1日天假，那么你到2家头还是要去吃的呀，所以一路忙成三角浪向来。因为是过年，基本上店家侪分开门，一进去搿杯店还分开，那么寻着一家唯一3还是饭店，那么就应付一顿吧。其实搿杯店啦是半开半关，为啥么？一半开了海，还有一半把门板还分透下来，里向自家人辣辣吃饭一样。最2-3张台子，这个过年唔不上好吃饭的客人，顺大便赚点钞票。2家头最大里向，凳子上面对面，身体锁定。你到送分单独出来吃过饭，只觉得有点沮丧。世军呢，拿起台子那个困，让人弄不下。那么真正呢，但觉着还有点不大自然。是不是对于顺带像这个台子浪向有啥个么子么，你让仔细研究。偶尔抬头对世军一口，世军头抬起来对真正还一口啊！哎呀，想不得个来着的老推口我啊！哎呀，你还老推口我管，所以幸福是金的写字出来。哎，你一些没2家头的气氛啊，但不是俺进家子，不要儿童脱口而出。写的啥？一个上出口呀，2家头的并不尴尬在。其实世军充分认真的对真正看过，不看么没啥，一看眼的。为啥？因为平常的自家眼角不必出现个，总归是一件已经褪了颜色的鲜花布旗吧，很不起眼。那随时吃饭还充分认真的对真正看过，现在一看嘛，眼脱了。各位姑娘，虽然素面实体，但是望上去欧巴清秀，气质多张，尤其是一双眼睛，好像深不见底。搿其实真正啊，还是第一次仔细的看沈世军，因为有辰光看见你们从车间里向出来，搿面孔浪向还有份大感情种御用之作。今朝对你一看嘛，哎，虽然不稍微这样漂亮，但是成熟、温柔、含蓄，有男人味的，但是自家欢喜的搿种类型。哎，搿老板得来得个英俊呀！咸菜都正好没过来。那个先生小姐啊，那要吃个菜来的啊？那一只么塔可菜，那一只么猪菜蛋汤，那还有一只生干烧肉啊？那没用啊！谢谢，一口咸菜上来着。顾小姐，我们吃吧。啊，拿起筷子一相接。哎，妹妹叫干什么？搿双筷子不大清爽。哦。台子浪向有杯茶，本来也不吃，真正拿起只杯子，拿自家的筷子啊，往成杯子里向一插，那搿能大意嘛，最好清爽一眼嘞。哎，你倒蛮仔细的，所以一样活路，还拿个筷子往成杯子里向打一打。今朝是你到第一次出来吃饭，只觉着空气当中相当沉闷。徐军想已经这样闷气中出来。还要寻个话题谈谈，所以才开门一声。郭小姐，哎，你是家里的老大吧？哎，觉着奇怪，哪会得这样问我呢？啊，沈先生啊，侬哪能会得觉着我是屋里向的老大呢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看你每天勤勤恳恳的上班，下了班还要去做家教，还要去打字，我想你一定是家里的顶梁老大了。哦。搿来随便哪不夸张的，但沈世军还望分讲过几句，想不得你耳当中对我的观察竟然是搿样的仔细，啥奇怪？本来真正心里想的事体，外头的面浪一个字都不肯多提，但是今朝被了沈世军一讲了，马上会得非常自然的脱口而出。啊，沈先生啊，其实我不是屋里的老大。哦，我是老二，上面还有一个比我大5岁的姐姐，本来呢还有个哥哥，不过伊拉小辰光出天花就死了，
所以我就是老二啦。哦，你还有个哥哥？对个啊，我还有2个弟弟，啊一个小学6年级，一个辣海读初中了，还有阿婆，还有个妈妈。喏，迭个就是我们屋里所有的人了。像是12个人哇。那你的父亲呢？侬是问我的爹爹？是啊。不难提起自家的父亲们，真正只觉着心里向会得涌上来一阵苦味的。不语而知，心有点眼口隐隐着。沈先生啊，我的爹爹，那父亲。我闷得发黑，还里伤心着啊！顾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问的。啊，没关系的。那你们家里的日子该怎么办呢？总算还好，因为我有一个天下世界最好的姐姐。哦，伊叫顾美露，她再不做乖乖女。使君听其词，只怪他一人心事。你有个好姐姐，挑起了生活的担子，那么你姐姐做啥呢？离婚钢琴上，我还听不懂，而且我又不能深究，只好安慰顾小姐，你有一个好姐姐，
他为了你们，姐姐为此让你一家门吃饱肚皮，为此让我的弟弟妹妹能够读书，所以实在没办法，走投无路。李瑞，什么？李瑞，啊？李瑞谁去招致妇女？世君心里想一震。哦，李姐姐做妇女实干私密的事体，会得讲给我听噶。哎呀，看你眼里也过下来，那伤心着问，还是安慰你，也是让侬交代。哎呀，今朝事情分大呀，哪么办？那些辰光，世君恨不得啪冲过去抓了你个手，呵呵就安慰安慰你。但是世君懒着的，从来分这些个女朋友各种动作里做不出来，那哪样办呢？好不容易接出几句闲话，顾小姐，不要难过。你姐姐做舞女也是生活所迫，大家不会看不起她，就尊敬她，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姐姐。哎呀，不过我这一桩事体不对，我搭沈世君也不熟悉，哪会得排队里，侬屋里向所有的事体会得侪讲拨你听的呢？这个是为啥？为啥呢？哎呀，想带搿老么自家面孔也红出来着呀，手眼睛侬个下地擦得白上火，反拨你看出来。啊，沈先生，我也有两句闲话，不晓得该问不该问。您说。按照道理，一般人过年总要回转屋里去的，南京又不远，侬为啥不回去呢？侬蹲辣此地，那屋里人一定会得想侬的。现在轮到世君抬气了。是啊，每逢佳节办事情，我何尝不想念我自家的家人？但是面对真正搿对清澈的眼睛，有一种如果不告诉你原因，有点对不起搿姑娘的感觉。顾小姐，不瞒你说，其实我想回家但又不想回家，因为是过年，就更不想回家了。咦，搿两句我听不懂这话。沈先生，这个是为啥呢？因为每到过年，是我们家里最不太平的时候。说出来有些难堪。哎呀，真正一看你自家尴尬嘛，显得我不应该问过。沈先生，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问侬屋里的事体。假使讲侬觉得不方便讲，侬就不要讲了，没关系的。真正受家人气，显得我讲出来，怕难为人，叫我反讲。哎呀，侬这样做妇女的事体已经讲给我听，侬为啥个闲话不能讲不难听呢？让我一头为夸。顾小姐，其实我跟我父亲早就不和了因为我要在上海读书，而且我的哥哥也过世了。父亲想让我回到南京子承父业，我不答应，所以就跟他闹翻了。跟我想不要紧的，毕竟是自家的爹爹，哪能会得帮小囡过不去呢？最可恨的是，父亲他讨了一房姨太太。哎呦，我当啥个大事体嘞？像你都这样种大人家，非要讲太一房姨太太，太两房、太三房，还是平常得决。不过今朝里识得了背于理的道理，让我听下去。现在的世君，跟人三个也回到至了南京。烦呐，真是烦呐！说不清的雨，道不明的水。美对，父亲恩他
儿往心上比，把那糟糠啊揭发也必对。姨娘本是个疯人女，偏是手牙带状与文恩是生下两男并一女，哄得我父亲在他的身边母亲流尽了伤心泪。都成去没有拉大负心恩。对，父亲住在小公馆里，从来不回家。起初母亲每天还伤心流泪的，渐渐的他也死心了。不回来就不回来吧，图个清静，只要家里衣食无忧就可以了。但是每到过年，母亲一定要父亲回来的。这个是为啥呢？因为过年的时候家里要祭祖，一定要当家人回来主持仪式。这也是唯一让父亲回来的理由。夜你也都祭祖时，我必须下公馆里将父亲恩于归家。记的离手去，姨娘必定来阻止，认得母亲那不许父亲他昔日人人为狗驴，你呀虽然回到了狗驴老家，可以是一家人家总有投诉的日子，但是你的心分出来呀，身在上阴，心在后，冷得挑铁佛里气得母亲心更惧。你父爷你都是此，第七狗你并体是狗儿我大力烦恼在上海周而复始，年年如此。每到过年，我就想逃走。真是一家人不知道一家人的事啊！顾小姐，让你见笑了。真正听我里这样一番话，觉着一句说话说得真不错，生活最好像是一件华丽的牌子，只不过上头布满着虱子。今朝里侬这样私密的闲话才讲给我听，可想而知沈世君对我有几何的信任啊！世君还有这个感觉，而且已经都真正当一个知心人。
会语中除脱对方，谁不人可以当我分享心中的苦闷得知非呢？哎，不知不觉，两家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这个还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。两人回到工厂，一个进车间，一个进小事间。分手的辰光不约而同讲出同一句闲话。今朝的事体，别讲说所谓啊！哎，福音当中啊，里头三个人的关系发生至微妙的变化。当然，这个一切大不过所谓的眼睛。那么阿能启门弑君呢？哦，不来，啥地嘛？晓得你来日的那一门里呀，要弄讲的。心里想是希望你都能够成功一代，表面上想不动声色。因为弑君的娘千金儿子，也来几张照片走起。所谓呢，特为家子的照相去，结合真正三家头趁吃饭到外头一道去拍照片。因为苍凉的情节，也想寻一个风景好的场合，但寻不着。哎，眼睛们是呀，一颗杨绿是正在让发芽。俩有几分春色，吃的蛮好。那么阿拉就来给他拍照片哪能？好啊，沈先生，快点来拍照片吧。世君发达拍照片非常拘束，想记住几个照片2-3张就可以着。想呢，真正啥个标致的姑娘拍了里向再好看。顾小姐，我不大拍照的，你先来吧。搿哪能可以呢？今朝侬是主角，应该侬先拍啊。顾小姐啊，侬不晓得搿个朋友的脾气，我顶清爽。伊拍照片啦，比较拘束。是伐？搿能好伐？侬先拍2张，做个样子拨伊看看，留下来伊好自然点，好伐？好啊。真正的来得个大方，拿胸口头个浴巾松一松，自然的挡了胸门前，一只手封来浴巾，为一只手搭来杨柳枝嘛，搭下一个拍照片的公家。世君呢，谁来的所谓不比，但真正一看，哎呀漂亮，特别是一双眼睛，漂亮得不得了。哎，所以2双眼睛目不转睛盯了只真正的浪看，咔嚓咔嚓咔嚓拍出3张照片。顾小姐，搿么搿能侬当我拍一张哪能？我等侬拍。那你比我难看啊？搿倒也不是，拍就拍。好，现在照片拍得差不多了。世君一想，哎哟，我得慢正分拍完，不晓得搿些辰光，所谓来得个拎得清。顾小姐啊，侬搭世君拍张好伐？我帮伊拍。哎呀，真正想我搭李师傅能拍的。那么说起来，刚刚搭个所谓也拍过一张子，啥地方搭沈世君拍呢？因为在让三姑娘的心里想，对沈世君搭许所谓搿两家头的感觉啊，完全两样的。那么其实心里想是蛮人有讲，不过嘴里想呢，你别一翻转来讲的。还是算了吧，我刚刚已经拍过好几张照片了，算了，不要拍了。搿嘴里向么讲别拍，两只眼睛盯了只沈世君浪看，隐隐着拍了不拍么，难看之辈。世君心里想100个心愿，要想答应一看嘛，哎呀，真正的回头说回话，难不心愿，我还不能去勉强，只能回答一声，我看就拍吧，还是算了吧。哎呦，有是有的嘞，搿你哪这样来着个呢？我嘴浪向么这样讲，心里向不是这样想的呀。但是自家闲话吃子看子，闲话也说不转来的。那么弄讲，唉，想想也伤心，两家头的合照看上去怕不成功哉。所谓来得个拎得清，一看嘛，拿世君一推，13点，不要客气，过去啊！啥个一推嘛，世君趁势来了真正不比。真正一看啊，今朝里扎件咖啡颜色的大衣，米黄颜色的浴巾，颜色搭配得来得个舒服。而且随了搿个辰光，有一口暖水啊，飞到自己的肩膀上，所以真正汽水嘛，当当
生生生拿衣裳浪向的绿水拿脱，咔嚓，这片跑下来了。这张照片还是你读一生当中唯一的一张合照。现在这片拍脱，辰光差不多了，山高头呢又就回走去，搿说话啊，让你去冲高酒的。哎，天呀，落起只小雨，真正觉着有点冷。也想到水他们，不晓得到底只位于这寻来寻去寻不着呀。哎呀，想得了上上好去只脚，觉着心里向有点不大舍得。不是肉目动地啊，因为搿个衣服碎脱了，是够美珍自家亲手织的，得脱一张么衣服侪不能当，哎呀可惜。唉，衣服手套落脱一只，寻来寻去寻不着，那是看上去也只好让伊空腔东南飞来。哎，有一句闲话叫心与灵犀一点通。你真正来想搿只水脱，世君一下半日脑子里还是想搿只水脱，就为了得落得去呢。是个，今朝下子班我去寻寻看，是不是一大路寻过去嘛？分寻着，得了落得呢？哦，想起来了。记得拍照片的辰光，真正水塔拿下来，水往正杨柳枝上头一搭，为得水塔得了杨柳树下头呀，做心感。所以今朝下子班架子只水帘洞，一路往正杨柳树方向走过来。天浪向雨啊不落在，地浪向还分干，而且来年江干未干的辰光特别滑，天嘛慢慢就压下来，那热里向走走，得风觉着啥？现在压下来嘛，这觉着有点吓死死，滑子滑大，走走停停，将就到杨柳树间搭，水帘洞打开来一只嘛，果然使用着水塔水浪杨柳树下头，开心啊！要紧过去，拿水塔拾起来，上头搿点烂泥啪啪脱，身部边一放，哦，总算醒着在。搿么不对了，想得脱一只巨水塔有啥大不了？你把到现在两家头谈朋友的辰光，你非是一只水塔，水记得脱，门子再打你忙新的，搿没啥关系。非呀，30年代里到谈恋爱刚用新的，而且世君回到屋里向，这个一夜天做所有的梦，侪搭搿只水塔有关系。今朝早浪向，世君呢随拿着水塔往正真正下士间方向追过来。一路追一路想，我爱学的旁的真正，我哪里是呢？我是，顾小姐，我手套找到了，想啥有特别啊？那么我是，顾小姐，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？想啥有点欣慰。那么我是，顾小姐，我变样东西给你看看，想啥有点13点。反正都想着，手大脚对自卫神，不知不觉已经走进下士间。一看嘛，是回复了啦，真正了啦，低着头让人打死，所以要紧过来，来了真正面前，有点手足无措。真正抬头一口没应，那是沈世君啊！吃饭辰光还早了喂。啊，沈先生，侬哪能来了？吃饭辰光还早啊？只怪他一个人穷得来，侬哪搭里讲呢？想哈个闲话不晓得讲落了一句，面孔长得羞羞红，腰筋袋袋里水塔拿出来，往这里门前一放，对神的红水塔是我的水塔哇，哪会得辣你个水里向弄出来的去？真正看看水塔，再对沈世君绝处不后的面孔一看嘛，还像动着。沈先生，这只手套是侬去寻回来的？那么侬昨天下了班就去的了？那么侬是冒雨去的对吧？哦，没有下雨啊。
谢谢侬。不用谢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现在真正水里向让来这个只红颜色的水滩，只觉得有一股热流涌遍全身。因为让了水里向的不单单是一只水滩，里向还有沈世君对我的一颗心啊！哎，从此以后，两家头的感情迅速升温，而且春后啊还发生了变化。再也不是顾小姐，徐先生，而是真正世君。每日天早浪向，世君总归提早点辰光上班，辣辣车站里向等真正，看见里面两家头稍微聊脱几句，一踏进厂门，等到下子班送真正回转去，到门口说一声再会，那么两家头分手。哎，万万想不到，今朝真正为了邀请世君到自家屋里向去吃夜饭的。哦哟，搿个消息传到屋里向是回当来的。俺们大妈毕竟是过来人啊，听没听个些娘说的，讲是同事，看上去不是介简单。而且搿位三好子非但貌相好，人老实，来人啊，但是蛮看得中理的。所以几餐半额都是忙得了就不一路。嚯哟，搿顿夜饭吃得世君心里向甜滋滋，面孔浪向红滋滋。哎，真正吃脱夜饭要去做家教，世君想啥个？我顺便去送送你。那么两家头一道追出了罗大门。前吃搿辰光，一阵风啪吹过来，吹到身浪向。是呀，特别是世君，不晓得哪里来的勇气，情不自禁的扎踩了真正的手。真正是搿个一辈子第一次把自家钟爱的三猴子牵了手。哎呀，难为情啊！面孔浪向泛起是一人的红晕。两家头手踩手，肩并肩，一样的脚步，一样的心跳，一样的甜蜜，一样的幸福。微风吹来，雨淅淅凉火辣辣的心儿深灭大，鸡巴看的是那样的劲，谁欺弱谁儿红里满。听那娇妹声，手持龙堂口，桂花插对他八大里心中。为当出列子，一人人的香啊，呀上海飞娃美景升堂香。世君他善意花女神总会总把心思付对上，真配他别名门心在途中上。我与妃女妻要亲手，话到口边只难扎。谁知两人须凑够，后楼
结姻真正啊，我也牵着你的手儿走下去，陪金再结一幅房，十大天拉地黄。珍珍，你愿意吗？理么应而不露，让我用行动来回答你。是不是真正拉起世君的手，随往门前奔？珍珍，难道你不愿意？讲头走得快吗？好早点到呀。地兰天花楼也有，只有条大路下雨上，我们也交会出步奔游方。激动的心情难以日，真是聪明机智的哈狗娘，劳动时下身在定，把那心爱的神儿洗都香，在他手发自然，轻轻一个分。金碧双翼是哟光，且忙儿正看他苦苦的胸膛。抽离的心啊，抽离的心是被不当呀。咁么你到个个人，阿为得胜利呢？倾听我当。